今節講在羅馬書8第37節人講到，但係對於隆重日節，切家被特性嘅人有個特性，但係呢，因為上帝嘅統裁，上帝已經特性從一除惡達到嘅方面，各人類嘅除惡達hết，係萬人相信耶穌基督切家被特性嘅人有個特性，因為到上帝做了本切家，主耶穌十字架嘅啲。做了本切家，萬人相信嘅啥都係特性嘅人，因為乜嘅呢？上帝嘅愛安排對切家人類。嗱，在羅馬書8:35節樣講到，係萬人能夠把基督嘅愛脱hết各在切家嘅方面，意思係講上帝嘅寫對切家冇乜嘅東西要脱hết出。上帝嘅愛，因為上帝嘅愛十分睇對個人類，乜嘅唔要脫hết。十hai佢講係咪嘅能夠脫hết呢？電欺負嘅，劈柴電白色嘅，電呢都各樣嘅問題欺負到白色到憤怒到，也唔要脫hết嘅基督嘅愛，因為上帝嘅愛安排對自家，妒忌亦是窮，亦是罪惡，乜嘅危險劍隆重唔要脫hết。上帝嘅愛對切家得咩啦？因為上帝嘅愛安排對個人類，佢做了見證出嚟嘅愛嘅人類，都係上帝威風嘅上帝，在天堂等來到世間，佢係變人類，按照耶穌基督死在十字架，3日人係佢復活，佢都係為了贖世間人類罪惡嘅方面，也就係上帝嘅愛最大對世間人類，佢敢犧牲佢嘅生命。但係佢唔係死了冇復活嘅上帝，死了3日人後嘅復活，40日人後嘅墮進天家，因為佢從恩來係墮進恩德。嗱，呢日上帝即係相信到嚟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